影呢張相嗰陣時，我好掙扎。其實佢係我4歲嘅女，身為父母，我哋完全幫唔到佢，反而係佢叫我哋走開，寧願一個人承受晒所有嘅痛苦。4歲嘅傑西卡舊年9月因為手臂同埋膊頭痛入院，醫生發現佢嘅腹腔有陰影，檢查之後確診係罕見嘅神經母細胞瘤。接受化療1年，腫瘤不但冇縮細到，癌細胞更加擴散到身體其他部分。父母上個月決定放棄治療，同個女好好享受剩低嘅時光。就算止痛藥已經用晒，傑西卡都只係俾我掂住佢隻手，頂多俾我錫下佢已經乾到爆拆嘅嘴唇。直到琴晚，佢嘅狀態總算比較好，我終於可以靜靜咁抱住佢20幾分鐘。嗰次係我哋最珍惜嘅時光。傑西卡嘅爸爸話：睇住個女受苦，覺得好內疚，想一直攬住佢，但係最終都係要放手，俾個女瞓喺床上面休息。同病魔搏鬥1年零2個月，傑西卡喺星期日安詳離世。有線電視記者黃思文報道。